被人類食到絕種嘅生物，香港人竟然有份做滅絕元兇。各位觀眾，大家好啊！我係泡泡，又到咗網絡補血站嘅時間啦。大家有冇聽過黃胸鵐呢個名？可能大家對呢個學名有啲陌生，但係如果我講禾花雀，大家係咪即刻有返啲印象呢？冇錯，就係嗰啲細隻，以前成群結隊出現喺田野間嘅小鳥。但係泡泡今日要同大家講嘅唔係佢哋嘅可愛，而係佢哋嘅悲歌。因為根據研究報告，黃胸鵐嘅數量由1980年到2013年出現咗災難性嘅下降，唔單止數量少咗90%，佢哋嘅分佈範圍更加縮減咗5000公里。呢種曾經遍佈歐亞大陸嘅雀仔數量喺短短30幾年之間，竟然暴跌咗90%。即係10隻禾花雀，而家得返1隻。究竟係咩原因令到呢種雀仔數量急劇下降？答案可能大家都估到，就係過度捕殺。尤其係喺我哋南方地區，禾花雀一直被視為一種美食。泡泡揾到資料，話喺廣東，早喺2001年嘅非正式估算，已經食咗100萬隻禾花雀。呢個數字真係聽到都覺得恐怖。雖然內地政府早喺1997年已經立法禁止捕捉禾花雀，但係喺龐大嘅利益驅使之下，非法捕獵活動依然猖獗。泡泡喺度要特別提到香港人，因為根據我揾到嘅新聞報導，聲稱喺內地一啲食肆有香港人嚟食禾花雀，甚至一個人食12隻。泡泡睇到呢度，真係覺得好羞愧。香港一直以來都以文明進步嘅形象示人，但係竟然有人為咗滿足自己嘅口腹之欲，走去食受保護嘅雀鳥。泡泡喺調查過程中，亦都發現到，其實有好多人對食用野生動物嘅危害並唔係好了解。佢哋冇諗過咁做違反法律之餘，一隻雀仔背後可能代表住一個物種嘅滅絕。佢哋亦冇諗過呢啲野生動物身上可能帶有各種病毒，隨時會引發新嘅疫症。所以泡泡喺度呼籲大家，為咗保護野生動物，為咗我哋自己嘅健康，請大家遵從法律規定同拒絕食用野生動物，唔好購買任何野味。同時，我哋亦都可以透過捐款、做義工等方式支持相關嘅保育團體，為保護生物多樣性出一分力。今集就講到呢一度，下一集會繼續帶俾大家更多精彩嘅內容，希望大家可以訂閱我嘅頻道同俾個 like 啦。